係要36分呢邊，仲有成半個鐘。而家係等呢架車出發啫。呢邊係得9度，啱落機嗰陣已經 feel 到排隊好凍啊！呢度睇地圖應該跟住呢度行。呢個夕陽好靚，黐線。主場呢度都幾多人。我揾咗名古屋師兄去俾啲手信佢先。佢話喺個停車場嗰邊，要我揾佢。哇！前排第一行嘅威力真係好正，值咗好多 fans 福利。後尾係俾咗半心佢之後，佢覆咗我心，仲要送埋飛吻。Oh my god！我沉晒船啊，沉晒船！仲要勁有緣撞翻之前北海道識嘅 friend，就係呢位。佢有揸車嚟，可以送埋我去市中心，正。12點嚟，食內臟，開門。20蚊，慶功！食口罩。焼き鳥と牛すじ、ハラミ、ホタテと焼きそば。あ、そうか。それで大丈夫です。ホルモンの手羽焼き追加。好熱。爬咗翻九竇嗰邊，涼尾沖嘢未食，已經係12點幾1點。次次去親旅行都係唔願食嘢。我上一餐應該係晏晝少少啲咩拉麵晏晝係朝早啦已經，早餐嚟嘅拉麵係。喺度播 BL 片咧 ，what the fuck？ 好食。呢個係咩？哈拉麵。好啲。先拜。算唔錯好食。燒牛雜好食喎，真係。真係冇喺飽。佢就算係凍食都唔會縮嗰啲嘢。走廊。點解都仲有咁多大陸人？有話少咗好多。